香港資深藝人施明於3月21號因肺炎離世，終年74歲。到咗4月8號，長子李永漢正式公布喪禮安排。4月22號喺大圍寶福紀念館設靈，第二日出殯火化。呢本應係屋企人送佢最後一程嘅時刻㗎。冇諗到消息一出，反而將呢個家庭埋藏多年嘅矛盾一下子全爆咗出嚟。呢場風波之所以越鬧越大，唔係單純因為邊個負責後事，而係圍繞住施明生前晚年嘅照顧、家人探視、細仔李永豪婚禮舊賬，同埋弟婦能唔能夠到靈堂送別，幾條線同時爆開。而家最尷尬嘅地方呢，就在於公開講法幾乎全係屋企人各自發聲，外人睇到嘅更多係一場徹頭徹尾嘅羅生門。施明同李家鼎於1977年結婚，育有一對雙胞胎李永漢、李永豪。後尾喺1994年離婚。雖然婚姻結束，但多家港媒都提到兩人離婚後關係並未完全決裂，近年嚟仍有來往。鼎爺亦都一直關心施明生活。真正令矛盾逐漸浮面嘅關鍵節點係施明2022年喺屋企跌親，重創頭部。之後佢身體轉差，溝通及對外聯繫能力明顯受影響。李家鼎同李永豪一方話，自嗰之後，大仔李永漢幾乎掌控咗施明嘅探視與信息傳達，連病房號都唔願透露，導致佢哋1年幾都見唔到人。另一個一直被外界討論嘅糾結就係李永豪喺2022年嘅婚禮魔夢。咁當時咧，施明同李永漢咧都冇現身嘅。咁外界最初咧只當係施明身體問題，直到施明過世之後，李永漢就把矛頭指向弟媳，稱母親生前唔中意佢，所以唔同意佢到靈堂。但係都咁呢一個咧就讓當年缺席婚禮一事咧就被重新翻出嚟討論嘅。4月初，李永漢先發制人，指控細佬李永豪向父親提出分身家，甚至索取300萬，又稱李永豪夫婦長期監控李家鼎，自己只係執行母親意願處理後事。李永豪隨後回應得相當克制，只係話唔想再回應，只係想送媽媽最後一程。咁但係到咗4月8號呢，沉默多日嘅李家鼎終於開腔，令事件再次反轉。鼎爺公開反駁大仔嘅講法，強調施明並非唔中意細新抱，更稱當年施明原本想出席李永豪婚禮，卻被李永漢威嚇，先最終缺席。咁佢仲話自己同前妻離婚之後關係一直唔錯，曾替佢承擔裝修費同埋租金嘅，卻喺施明臨終前連最後一面都見唔到。不過李永漢好快都作出反擊，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強烈否認父親所有指控，直言呢個係施明死咗，講唔到一句嘢，死無對證。又話手上有證人同證據，能證明母親唔中意弟媳，甚至強調唔單止係施明冇獲邀出席婚禮，而係好多親友都冇出席，因此唔接受父親將責任全推到自己身上。睇嚟呢場風波鬧到今日，或許外人好難一下子講清啦。但係最令人唏噓嘅，始終都仲係施明已經離開咗啦。原本一場應該讓家人好好送別嘅身後事，如今卻變成公開對質各執一詞呢。連過去多年嘅舊怨都一併被翻咗出嚟。無論呢個家曾經有幾多誤解同心結，到咗呢一刻，最重要嘅其實都唔再係邊個贏邊個輸，而係令施明體面咁走完最後一程。